東岸板道咧全長係13公里，由堅尼地城開始，經過西營盤，去到中環，然後去到灣仔，再去銅鑼灣。呢度有條開合天橋，跟住咧我而家喺呢度望鳩鳩。然後咧有呢個嘅海事博物館，最後去到沙基灣嘅呢條。呢度就係東岸板道啊，風景相當優美啊！嗱喺北角同筲箕灣中間咧係有條玻璃棧道嘅，咦點解我唔想去咧？好簡單啫嘛，個仆街咧封路啊！北角碼頭啊，一條懷舊嘅航道啊，我諗住今日搭船喎，睇下點。一開齋咧，我哋咧見到，你睇下喺度賣海鮮。我落船嚟到紅磡咧，有架消防車嘅喎。香港藝術館啊，藝術嘅嘢識條鐵咩？45分鐘啊，要等。